前人各位点赞师，各位兄弟姊妹，高兴！今天啊是清风送爽，9月15，在我们这个是为大典的大喜日子。那么同时，义和圣堂有这个价钱吗？今天大典这两天，我代表香港新义堂区到这边来参加这个盛典，我很高兴。我首先向陈先生新义圣堂的陈先生、周表师还有其他各位人，我给他们几位道谢。我们老前人推崇到现在是14年，我们大家都是行义理后学。那么在这14年之中，我听到很多人讲报答前人，那么怎么报答呢？我就不太详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看到义和圣堂，我听说不超过10位点分师，大概是8位有特殊机会。在这个何老先生归宗以后，这个义和圣堂的各位兄弟默默中耕耘，用实际的这种行动报答和前人。那么这个事实摆在眼前，就是这么巍峨庄严的课堂。所以我有很大的一个感受。修道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口头修，而是由我们实际的行为表现出来。今天我看到魏夫妇何先生教导我们，也魏夫妇上边慈悲我们。那么我就不想最后